男校操場變亂撞缸，施工驚現近2000遺骸，8年秘密意外曝光。各位觀眾大家好啊，我係泡泡，又到咗網絡補血站嘅時間啦。澳洲塔斯馬尼亞州一間歷史悠久嘅著名男校哈欽斯學校最近成為咗焦點。事源今年3月，學校進行工程嗰陣，竟然喺操場地底挖出咗大量人類骸骨，數量多到嚇親人。到目前為止已經發現咗接近2000副遺體。根據報道，呢個發現被視為澳洲其中一次最大規模嘅考古挖掘。原來呢間學校嘅現址以前正正就係昆伯勒公墓嘅一部分。呢個墓地由1873年用到1934年，埋葬過嘅人數可能高達13000人。後來部分土地喺1960年代賣咗俾哈欽斯學校。負責挖掘嘅歷史考古學家都表示，最初估計地底只係得幾百副遺體，點知最後出土嘅數量遠遠超出預期。更加令人驚訝嘅係，現場仲發現棺木係一層疊一層咁安放。雖然事隔多年，但當局已經透過出生、死亡同婚姻記錄等歷史資料，成功核實咗當中大約87%遺骸嘅身份，死者年齡由 BB 仔到99歲都有。不過，由於當時嘅記錄唔夠完整，仍然有一部分遺骸嘅身份成謎。而且目前挖咗嘅範圍只係佔咗成個墓地遺址嘅15%，相信地底仲有數以百計嘅遺體等待發現。泡泡認為喺學校操場下面發現咁大量嘅遺骸，聽落的確有啲令人不安。但呢件事更重要嘅意義係揭示咗一段幾乎被遺忘嘅城市歷史。想象下，多年嚟學生喺呢片土地上面活動，完全唔知道腳下就係數千個先人嘅安息之地。好彩嘅係，當局同校方都好尊重呢啲遺骸，唔單止將佢哋小心移送到新棺木，仲計劃喺明年1月為佢哋舉行公祭同重新安葬。學校亦會樹立紀念碑。呢次發現雖然係源於一次工程意外，但亦都係一個機會，俾我哋重新認識同尊重過去嘅歷史同埋曾經喺呢度生活過嘅人。今集就講到呢一度，下一集會繼續帶俾大家更多精彩嘅內容，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同俾個 like 啦。